牙仔呢，而家有前車之鑑啊，開始蠢蠢欲動啊！對我哋中國，你睇新聞都睇到。大変緊張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。どうぞお手を。因為而家日本同美國一樣，需要轉國運，即係以前嗰班西方傳統陣營，佢哋個個都需要轉國運，所以呢幾年係一個時間節點嚟嘅。僕が常に念頭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は今間違いないと思います。では Hello， 我係 Nicholas。咁今日嚟講，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啦。嗱，你有睇朝日新聞或者入邊嗰啲新聞都知道，同埋或者相應嗰啲軍事動向都知道，架仔最近有乜嘢動作啦。其實美國佬對中東地區，甚至乎伊朗嘅嗰個算係衝突介入呢，其實係俾咗一個正面教材俾日本嘅，係。因為對於我哋亞洲地區或者我哋中國係反面教材，但係對於日本呢啲親西方嘅國家嚟講呢，係一個正面教材嚟嘅。因為而家日本過往呢幾廿年嚟講需要轉國運，係。第二點嚟講就係經濟停滯咗好耐，同埋即係講到尾就係意識形態啦。你要明白嘅一點就係其實講深嘅一層啊，其實日本呢，二戰戰後到依家，其實佢都係唔認輸嘅。從個底子類嘅根源上嗰個，或者係日本人嗰個國民性嚟講都好，佢底子類佢就睇唔起你中國人，係。所以中日之間呢場仗係必須再要打多次。第一嚟講，你要打醒日本啊，兩者都係。第一點嚟講就係，如果中日有衝突，算係特別軍事行動啦，好似美國咁，好似俄羅斯咁樣，唔好話全面戰爭，就搞個特別軍事行動。第一點嚟講，等日本知道中國而家嘅軍事實力去到邊。第二點嚟講都好，等我哋中國去探一探、試一試水，就係日本。佢而家佢仲夠唔夠膽去搞咁多嘢？即係兩邊都要試一試水啦。係呢個，我認為係喺現代戰爭嚟講係需要去觸發嘅。好多人係懼怕戰爭、驚戰爭。其實我認為唔係以前呢，以前嘅話會死好多人，但係當下嘅現代戰爭唔會死太多人。講嘅就係財力嘅啫嘛。你而家你睇呢幾年嘅戰爭都睇得出，打仗講錢嘅啫嘛，講科技嘅啫嘛，點會死幾多人嘅啫？你話要死人係要到好後期嘅咧，你明白？現代戰爭係唔需要死太多人，所以我嘅結論就係中日之間，我個人嚟講啊，我呢個都係我個人嘅言論，我想打咯，係試一試水啊嘛。現代戰爭鬥財力嘅啫嘛，鬥科技啊嘛，咪試下水咯，順便咪可以打醒下日本噶嘛。因為日本呢個鄰國嚟講，你長期放佢喺度係一個後患嚟嘅，係。所以有興趣嘅網絡同粉絲自己去了解下啦。多嘅就唔講啦，想縮減信息差嘅網絡同粉絲歡迎加入我組織。呢期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